大家好，我是王江江，我现在呢是在木卡姆的故城刹车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12木卡姆传承中心，哈密15县的夏马埃乡，吐鲁番地区的高昌故城，贝勒奇坎村文化大院，吐鲁番的葡萄沟手工厂，王洛宾音乐艺术馆，萧河故城，博兹克里克千佛洞，鱼沟乡鄯善县的库姆塔格沙漠里面，哈密的木卡姆传承中心，回王林。回王府和巴里吞县库尔勒到若羌的路上，楼阁里面楼兰文物保护站，楼兰古城的所在地，米兰古城的遗址，曲布吉拉乡塔克拉玛干牧羊的人的家中，刹车县的卡琼山区地区，霍萨贝克乡帕米尔高原红旗拉普口岸，塔吉克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山区地区，喀什地区舒富县的塔什米里克乡，喀什地区的巴楚县，和田地区的于田县的乡村的小路上。